如果你見到二手佬喺度拆標咧，千祈唔好傾㗎，因為呢啲咁古早嘅日本仔嘢咧，佢成車加埋冇幾多部電腦嘅啫，拆開隻儀錶，睇下背面嘅電路板有冇加焊，有冇急過針嘅痕跡。呢架咧經我哋一輪操作落嚟，實標嘅。23年上牌2萬公里嘅一手 BRZ 2.4，終於告別咗要熄冷氣離開運動模式嘅年代啦。最關鍵嘅首波出過1000蚊保險嘅啫，呢隻門噴過漆。我哋整備咧就前蓋啲花痕噴咗啦，同埋呢塊葉子板都係咁啊，玻璃就俾石仔打爆啲啄，咁啊補咗噶啦，係基本係睇唔出痕跡嘅。咁啊，所以呢一架原裝素車未改過嘅，你睇呢條帶胎毛嘅米其林 PS4。同埋個胎面嘅情況咧，一睇係善良之車嚟啦。呢啲車係真係冇必要買新車嘅，將發票開到係3008,800，即係一個崩優惠都冇，即係等於交完稅上埋保險啊，剩落地33、4萬噶啦，爽2萬公里。直接折舊咗1/3，所以如果只係原嚟一個首波 JDM 嘅情結咧，一定就係玩二手啦。咁可以見到呢張反皮凳咧，咁啊其實好襟嘅，2萬公里你去4S店提部新車出嚟擺度對比，爭啲膠紙嘅啫。方向盤都好新啦，咁啊有咗啲現代化些少嘅配置啦，有大 mon 啊、倒車影像啊、咩 CarPlay 啊，呢度仲有兩邊有喇叭嘅，後邊啊坐得下啲好朋友嘅。不過特別 friend 嗰啲啊，唔好掟去後邊啦，好慘嘅。手快嘅唔好俾機會我試車啦。